后来乡亲载起这个7:58地牛丙申，强烈的地动规模是7.2，全台湾各地头拢感受到地动的摇。震央伫台湾东部的海峡，地动的深度只有15.5公里，是真浅层的地动。上届我震央的花莲灾情严重，咱继续来看这栋8层楼啊悬的天王星大楼，这个1楼斜落，规栋大楼是坍起，安尼起45度，警消赶到现场来抢救，目前已经救出来22个人，还有一个民众走登去7楼摕物件，不过伊的手机卡袂通，无确定是毋是掉伫个厝内。拄则传出上新的消息，已经确认伊就伫个厝内底，但是甲救拢无回应，消防人员讲会赶紧甲救出来。消防人员赶来到现场，要甲厝内民众救出来。互救出来民众是介烦恼，就惊煞尾地动，会互大楼个可能起起。今仔日透早7点多，花莲市中山路和兴湾路口边的天王星大楼，拖甲刀熊顶下寸，真侪民众拢赶紧为厝内1楼撞出来，全部拢惊一大条，过不偌久厝熊倒去，汽机车的驾驶也拢全部紧走。真侪民众伫咧窗仔口等待救援，救援人员一定将人救出来。相对分队车嘛赶到现场抢救关楼站的住户，即摆已经成功救出22个人，到今仔日中昼还有1个人受困。原本传出有3个人关伫咧地下室，经过查证确定无法，敢若剩一个姓康的太太，不过即马联络袂到，手机嘛卡袂通，所以消防队即马改列作是失联。因为在我们天王星里面，生命的迹象不太清楚。但是我们不断的在跟他联络。这栋建筑物，大概在60-70度的倾斜，倾斜，然后在特殊队人员在进出的时候、救助的时候，重心都不稳，都会倒塌，必须要找个支撑物，确保自己的安全，才有办法进入里面将受困的民众救出。天王星大楼有8层楼高，厝嘛起超38年，警消接到报案，赶来到现场疏散住户，即马全部的消防人员都要搁伫咧面前抢救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